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先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呼召阮来到你的圣殿。伫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透过礼拜，甲你三千君。是阮的主啊，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的心得到安静。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用阮的敬虔来服侍你。阮将阮本身仰望伫主的圣手中间，求主亲自保守看顾。我也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仰望交代伫主大力的圣手，求主亲自引带保守看顾，互阮的服侍会当荣光你的性命。是阮的主啊，我也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我教会所推动的各项事工，阮所设立的机构，真真正正会当成做主的使用的器具，成做万民的祝福，也当荣耀主的性命。亲爱的主，今仔是母亲节，阮特别恳求你赐福保守在座所有成做母亲的人，互因身体健康，互因得到你属灵的祝福。也互阮在座所有做囝儿的，拢学习会晓遵守主的诫命，孝顺父母，尊重父母。求主透过安尼，互阮领受祝福。我也特别将阮所徛起成长的国家台湾仰望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保守看顾。有百姓伫即块土地顶面会当安居乐业，也兴起台湾的正教会，阮伫无共款的区域为你做见证，拢充满开力。是阮的主啊，我也看见着，即嘛伫国际顶面，依然充满着真侪战乱，有真侪人为自然的灾害，充满伫阮的世界。求主亲自保守，将真实的公义、和平、仁爱赏赐互阮，互阮会当享受伫你真实的听下面。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恁着向上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实行拯救。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接着咱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14首。上帝主爱何等奇妙，请起立。大家做伙来祈祷。谢谢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你创造母亲这个角色，予全天下的囝儿逝世，伊是阮的上好的礼物。母亲节应该是世界上上重要的节日。我们为着母亲节来大大感谢俄罗斯，你将你的疼灌压在所有的妈妈、母亲的心上。母亲借着你的疼灌压在所有伊疼痛的囝儿逝世，互阮对细汉成长的过程当中，逐工领受对上帝的祝福。搁一摆献上我的感谢。3当换前，你亲自呼召、差派一群同工去新庄开拓你的教会。3年外来，嘛对20外人成长到70外人。伊的名叫做万德福教会、万德福教会 （Wonderful Church）。伊的母亲就是双灵教会。感谢主，互阮万德福教会有一个遮尔啊赞的母亲。双灵教会伫即个母亲节的日子，我们大大感谢俄罗斯，因为伊生一个囝叫万德福，要互万人因为即个教会来得到福气。阮万德福教会的母亲双灵教会，恳求主你大大祝福即个双灵教会，恳求主耶稣大大祝福生带真济的双灵教会。主，阮也要在你面前认罪来悔改，检查阮过去在宣教这方面，毋是有真认真，总是主，阮家有生一个囝叫万德福。特别上帝求你也兴起差派搁较侪的人有份在宣教的事工，互阮双灵教会真正是
生养真济。特别上帝搁一摆，阮凭信心来宣告，阮知你赏赐双年教会真济，愿双年教会也真做正教会的祝福甲帮赞。常时阮也要为着辛苦病痛、心神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主耶稣亲自医治因、坚固因，互因快快恢复，互因的心神勇壮。阮也要恳求主耶稣来祝福天下间所有的妈妈，互因逐工充满着你的喜乐，互因逐工出入拢享受着你的平安，真做因厝内的祝福。阮的祈祷，阮知阮犹原无够额，即时阮要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像就是天里。阮的人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顶全有一次，就叫阮的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有尽。阿门。请坐，大家咱来启用，我来启，各位来用。启用38篇，记载伫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设使为讲人甲天使的言语，我设使做先知。搁设使有招庇的信，到野来移山。我设使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恁爱是够宽容慈悲，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嘛无完全。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单对镜在看，模模无明。我单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仰望、仁爱这三项。咱煞者，咱来邀请李彤诗班来唱《学乐我真快乐》，妈妈的心，妈妈的目睭。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繁星啊繁星，一闪一闪亮晶晶，照向妈妈温柔的眼睛。是我成长的身影，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记录着我成长的心情。妈妈有很美丽的心，是眼不清愁在中的心。约盼天父深深的心，为我献花，为我用心。哦，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孩子是你永远的满足花心。哦，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孩子是你永远的满足花心。妈妈有很美丽的心，是天父心中太重的心。约翰天父深深的心，为我献花，为我用心。哦，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孩子是你永远的满足花心。哦，妈妈的心，妈妈的眼睛，孩子是你永远的满足花心。妈妈有很美丽的心，是天父心中太重的心。约盼天父深深的心，为我献花，为我用心。哦，天父深深的心，为我献花，为我用心。妈妈的心，哦，妈妈的眼睛。妈妈，谢谢你用你的身心灵来爱我，母亲节快乐！喂。唱了真好吼，咱搁一摆用鼓励的掌声来鼓励咱的囡仔，伊是未来相连教会的希望。感谢主，阿罗上帝。接着咱来共读上帝话语，记伫个箴言23章22至25节。我用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来读。着听趁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家伊看轻。着要真理，毋通卖，嘛着要智慧、教示甲明理。正直的人的老爸为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
就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煞只，咱要来邀请咱本堂的主任牧师、蔡牧师来分享伊的信息，爱家的智慧，咱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母亲节，愿在座的母亲拢快乐，拢心满意足，拢得到上帝的祝福。也愿在座所有的做囝儿甲查某囝，拢会晓箴言中间所讲的，爱互你的老母、爸母快乐安慰，互你的母亲欢喜。要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来到圣殿，透过你的话来得到福气。主啊，阮今日要通过你的话来思考你设立家庭的意义。求主互阮有智慧、聪明，会当明白你的话，来照安尼去行。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要做伙咧来思考箴言23篇的20、29、25节。这段经文讲起做一个快乐和谐的家庭的一个原则。所以这篇信息对咱来讲是非常重要。特别伫今日这个时代，咱看见的社会毋是真平安。常常有真侪混乱的事发生，有真侪复杂的问题。其实咱若详细来看，大多数拢甲家庭有关系。如果会当解决家庭的问题，就当改变咱的社会。咱的教会嘛是对一个无共款的家庭所组成的，所以咱会当起做一个温暖的家庭。咱的教会也充满上帝所赏赐的喜乐，互家庭每一个人拢会当感觉幸福感，安尼就会当互整个社会以及咱的教会拢变成做和谐。所以咱要透过今日的经文，领受三个真重要的方向。今日其实是牧师是要甲大家讲第一讲，咱来讲4个爱家的智慧，听厝的智慧。听咱的家庭的智慧，咱今日先讲一个基础，互大家了解。我要甲大家分享3个重要的方向。第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你若是一个听你的家庭、重视你的家庭的人，你就爱尊重家庭，上帝所设立家庭的伦理甲特殊。今日真侪家庭甲社会的问题，主要是出在无特殊、无伦理。真侪家庭的问题就出伫遮，老爸无亲像老爸，老母无亲像老母，囡仔嘛无亲像囡仔。所以咱爱明白，上帝创造这宇宙万物，拢有伊的律理。只要咱顺上帝的律理，伊的心意去行。自然的凡事拢顺利。举一个简单的例，迄个种植的人，伊拢知影，伫春天的时阵爱野种，野种了后，伊伫春天热天爱好好来照顾遮个种子、遮个食物。到秋天的时阵，伊就当收成。冬天天气遐尼寒。咱就当享受咱修行的这成果。这就是上帝互四季运转的一个律理。你若照这个律理来行，就真自然、真顺利。如果你若无要，你若冬天的时候要起来野种子，冬天的时候遐尼寒，种子无法度生炭，你自然而然秋天就无法度收成。所以咱就爱照这律理，上帝律理来行。咱你明白就是讲，上帝设立婚姻甲家庭的制度，这是一种恩典，
这是互咱的一个礼物。所以咱得爱照上帝所定的这特殊伫家庭中间来运作甲生活的时阵，这个家庭就是充满温暖甲快乐。今仔经文甲咱讲，你爱听叹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也袂当轻视伊。这教是咱一个真重要的家庭功课，就是咱家庭的顺序，爱对孝敬爸母开始。孝敬爸母，这是非常重要的。咱知影10条戒，头前4戒是咧讲人甲上帝的关系，然后第5戒开始，一直到第10戒是咧讲人甲人的关系。其中第5戒就是讲人甲人的关系，第1条就是讲着啥？着孝敬爸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上会当久长。所以这是人伦中间，人甲人的关系中间上介重要的一个改变，爱孝敬爸母。保罗嘛咧讲，恁做儿女的爱伫主内听叹爸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爱孝敬爸母，互你得到福气，伫世间的长岁寿。所以可见对旧约到新约，圣经的教示是一贯的。上帝所设计家庭的特殊，就是厝内底儿女爱孝敬爸母，爱尊重爸母。点彩爸母年纪较大，咱有时做囝儿的感觉讲，你的思想已经过时啊，你的体力嘛无比我较好，你的想法嘛无比我较好。但是上帝爱咱孝敬、尊重爸母。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这项命令会影响咱的一生。有3个理由。第一个，咱来理解，甲爸母建立好关系，透过孝敬爸母来甲爸母建立好关系，这是所有关系的基础。一个人要活了快乐，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就是爱会晓享受关系。牧师有观察我四周围的人，那迄个真快乐的，每一天拢感觉真喜乐的人，一定是甲别人关系足好的人。有的人真有成就，但是伊就是无快乐，因为甲别人的关系就真无好，所以这种人袂快乐。咱要安怎去享受甲别人的关系？就是咱自细汉就爱伫一个真好会当甲别人接触的关系中间去学习。一个囡仔出世，第一个接触的就是爸母嘛。所以每一个人拢是伫家庭中间，甲爸母开始学习安怎去做甲其他人的关系。虽然做爸母的、做时代的、做阿公阿嬷的，对咱的囡仔有真大影响。咱甲别人的关系模式，就是伫家庭中间，通过甲爸母、甲阿公阿嬷所斗阵来定型的。遐甲时代斗阵了真好的人，因的人生压力相对减少真济，因甲别人的关系嘛真好。所以上帝命令咱爱孝敬爸母，就是安尼，因为这是所有关系的基础。是咱学习甲别人建立关系真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咱要清楚。第2项，孝敬爸母是尊重所有权柄的开始。伫厝内袂晓尊重爸母的人，我相信伊绝对袂尊重上帝。咱拢是伫家庭中间学习尊重权柄。也就是讲，爸母其实上帝互咱对咱的细囝有权柄，这权柄是有责任的。也就是讲，上帝互每一个做爸母的有权柄来帮助囡仔，互因更较明白上帝，互因更较发展家己。大家敢会记得，咱前几礼拜，咱有做圣礼典洗礼。洗礼的时阵，咱有做小儿洗礼对无？
父母会将伊细囝抱来到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啊，无输买来这囡仔洗礼之阵，我拢会叫大家起立，对无？吼，然后我来洗礼的时阵，我讲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然后所有的会众拢爱讲安那，阿门。意思是讲，阮同齐拢对这个囡仔的信仰成长、教会生活有责任。啊，所以当咱对咱知影咱伫接触的每一个比咱较细汉、比咱少年的囡仔，咱拢对有责任、有权柄，帮助伊认识上帝，帮助伊发展人生。特别是甲伊每一天拢接触的父母甲时代。但是有一点，牧师要大家提醒：权柄的顺服。权柄是伫顺服上帝的基础顶面。你讲上帝互人有治理的权利，咱来理解就是讲，这人爱顺服上帝，伊才有对别人有权柄。伫家庭中间，若要讲权柄，先爱有顺服敬畏上帝做基础。意思是讲，父母时代爱先敬畏上帝，敬畏上帝了，你较对你的囡仔有权柄。若无吼，咱用咱的血气，用咱的软弱的人来经营任何机构，拢会出问题，包括你的家庭。所以咱先爱敬畏上帝，咱才会当帮助细囝去尊重权柄。啊，这个囡仔以后伊去工作的时阵，伊会晓尊重顶司予伊的权柄。伊来到教会敬拜上帝的时阵，伊会晓尊重对上帝、敬畏上帝的权柄。第三项，孝敬父母吼，这是医师家庭的特殊的一个要紧的基础。儿女只有伫孝敬父母的基础顶面，家庭的特殊才会当维持啊。如果每一个家庭拢有特殊，社会就会得到和谐，社会和谐，人就会伫幸福中间。所以孝敬甲尊重，这是上帝命定咱伫家庭运作的特殊。有这特殊了后，有这伦理的家庭，咱就会当享受伫家庭的生活中间。所以第一项就是爱明白迄伦理特殊，对孝敬父母开始。咱在座，若还阁有父母伫的，咱真正爱适度找机会，对咱的父母表示咱的感谢，对咱的父母表示咱的尊重。因为你爱理解，咱父母若无咱因会加速开活。咱有做父母的拢知影，若无囡仔，咱会加速开活。所以一定爱把握迄个时间，毋咱亲像我已经无，我的老爸足早过身，我的老母嘛过身去啊。即马要表达我对因的感谢，已经无机会啊。所以咱若有父母的，一定爱适时去感谢上帝，要感谢父母。这是真重要的一个机会，请大家一定要把握。第二项，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你若听你的家庭，你着爱伫家庭中间顺服真理。咱对遮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讲，你着买真理，就是智慧、教训、甲聪明，也袂当卖。意思就是讲，这是咱人生中间上介宝贵的宝藏，咱爱把握掉的，爱持守掉的，袂当放弃。这就是真理。真理是非常宝贵，真理成做你生命的一部分，来管理你的生命，来管理你的家庭。头前咱所讲的第一项，爱遵守迄个伦理甲特殊。伦理甲特殊的基础就是上帝的真理，爱按照上帝的真理来教示囝儿，互真理落实伫伊的生命中间。这真理为咱带来智慧。上界大的智慧就是安怎？就是明白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明白至圣者就是聪明。真可惜，咱这一代的父母
常常受到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咱常常真重视囡仔的成就，无重视囡仔成长的品格。这其实是真大错误。保罗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讲，毋通甲即世间相款，爱心意更新变化家己，爱去查验啥货是上帝善良、纯全、通欢喜的旨意。意思是讲，咱毋通甲即世间相款，咱爱用上帝予咱的价值观来帮助细囝伫成长的过程中间，这是真重要。咱帮助伊去装备咱的囡仔。而且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则，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个真重要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帮助咱的细囝明白上帝。咱要爱咱的囡仔顺服真理，都爱互伊明白真理。真理是对上帝来。咱要互细囝自细汉就明白上帝，这会带互伊一生的祝福。所以牧师有2项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爱带囡仔来教会的主日学，互参加教会活动。我最近无讲道的时间，我就会落去主日学遐看老师咧教主日学。咱真感谢上帝啊！咱双连教会有上界认真、有上界有贴心的主日学老师，咧帮助咱的细囝明白信仰、明白上帝。所以咱只要将咱的囝带来到，咱的细囝带来到教会主日学。你看拄则咱儿童合唱团咧献诗的时阵，人祈祷林会长咧祈祷的时阵，到尾爱念主祷文对无？啥物人念上大声？因即阵咧念比咱所话来较大声。所以就是有品格教育，有信仰的教育。这咱来做会到。第2项就是咱本身爱做模范啦，因为你上来教会，伊来教会主日学1点钟、2点钟尔，但是伊一天24点钟差不多甲你斗阵，所以你本身爱诚做一个典范。咱来理解就讲，囡仔因目睭拢有咧看咱，伊对咱学真侪物件。你讲啥物款的话，你做啥物款的动作，囡仔慢慢拢会愈来愈成立。所以咱真重要，伊有咧看咱安怎敬拜上帝，伊有看咱安怎咧处理代志，所以咱爱诚做囡仔的典范。若无，咱带伊来教会教了真好，结转去，煞叫你母歹。所以咱家己本身爱诚做囡仔的一个典范，互伊明白上帝。第2，咱来帮助囡仔明白伊家己。咱知影囡仔有伊无共款的个性，无共款的温数。你的囡仔可能有一部分真成立，但是伊有搁较侪部分甲你无共款，就是你毋知影的部分。咱做爸母爱帮助因明白家己。每一个囡仔拢有无共款的特色，甚至共款爸母生囡仔嘛有真无共款的个性。像我有2个囝，迄个性完全无共款。大汉的真外向、真活泼，做爱交朋友。伊4月初10生日庆生，庆生1个外月还搁咧庆生，逐个暗拢招无共款的朋友出去庆生。若讲规定伊讲受难酒迄酒袂当庆生，其他伊拢安排好。朋友真侪，细汉的较内向，拢较避暑。但是伊性格真敏感，真会关心人，搁一个人辅导，我常常咧看伊咧甲人辅导伊咧，伊的同学，所以2个囡仔共款爸母生，无共款个性，所以咱毋通用咱家己定型的想法
去限制因的发展，爱帮助因明白家己，互伊发展上帝伫因生命中间的恩赐。第三项，爱帮助伊享受生命。咱拢知影，生命真短暂，而且真无常。咱会当陪伴咱的细囝的时间嘛无真济。但做父母有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爱帮助咱的囡仔找到伊生命的目的。照正确的生命的目的活，生命就有意义，就当享受生命。咱拢有经过咱的人生嘛，咱会当帮助咱的细囝，互伊人生的道路会当行了较平顺淡薄，会当时常甲伊分享生命的代志，毋通互伊，因为即摆会当影响咱的细囝的代志太济啊。电脑一拍开，也是讲因接触的物件太济，会当影响因的价值观。咱应该爱开较济时间来帮助伊了解生命真实的意义，互伊会当用伊的一生来享受、使用伊的生命，伊领受祝福，也互伊四周围的人因为安尼来得到祝福。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就是咱若一个疼咱的家庭的，咱就爱学习彼此相疼。经文的最后安尼讲，义人的父亲的确大得着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也的确因为伊欢喜。你爱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快乐。当然，父母若生出有智慧的囡仔，的确因为伊来欢喜。咱拢真欢喜看见咱的囡仔会当敬虔听上帝，会当成做一个正直的人，照上帝真理来生活。这是对父母上介好的报答。但是这中间有一项真重要的要件，关键就是听。父母用听，真心听咱的囡仔，帮助伊明白上帝，帮助伊明白家己，帮助伊享受生命。儿女因为接受父母这款的听，伊也知影爱用听去回应其他的人，回应父母。安尼咱的家庭暂时会充满听，充满听就充满喜乐。一个快乐的家庭，的确爱用听来维持。咱拢知影，金子会当起造真水的厝体，但是只有听会当起造一个温暖的家庭。耶稣安尼讲：，你若彼此有相疼的心，正人就因为安尼认出你就是我的门徒。咱台湾人，我拄则讲过，比较较袂晓表达咱的听。今仔是母亲节，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咱除了咱的母亲表达咱的感谢，咱嘛爱咱的太太表达咱对伊的感谢。伊为着咱的家庭牺牲真济，咱来当适当去表达咱的感谢。体谅另外一半，也是讲体谅咱的时代，因的苦心。我相信上帝的祝福就临在伫咱的中间。求上帝授赐，互咱对耶稣遐来听，去听咱厝内底的人，咱会当起造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愿上帝亲自祝福，咱同心来祈祷。神阮的主，阮感谢你。透过今仔日的经文，互阮学习安怎起造一个合你心意、充满听的家庭。求主帮助阮，互阮有智慧，会当伫即个时刻来起造温暖合你心意的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按线接，咱来用回应的诗歌来做伙来吟诗431首，基督是咱家庭的主，请起立。
节，大家咱来奉献。五月里开满了康乃馨花，第二个星期天送给妈妈。五月里开满了康乃馨花，第二个星期天送给妈妈。康乃馨，康乃馨，康乃馨花，美丽的康乃馨送给妈妈。耶稣听我在明，因为伊在伊心里，细汉囡仔虽乱流，耶稣会救主弟兄。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你在伊五月里开满了康乃馨花，第二个星期天送给妈妈。五月里开满了康乃馨花，第二个星期天送给妈妈。康乃馨，康乃馨，康乃馨花，美丽的康乃馨送给妈咱请起立，三角来祈祷。至圣的爸，主我一摆伫母亲节这个伟大的日子，阮献上阮的感谢。主感谢你保守阮出入，享受你的平安。主阮感谢你，予阮有一个好的妈妈，伊将你的疼灌压伫阮的生命中，予阮从细汉来教会学习成长，充满你的疼。伫遮，阮献上淡薄，阮期待济阮的努力拍拼，为着双连教会未来要改建，阮来奉献。特别上帝，阮也为着双连教会将来不断的设教会生养真济来奉献。特别上帝，求你也呼召阮，毋若奉献阮的金钱，阮也奉献阮的才能，一世人成做你的仆人来荣光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请坐。伫遮，咱要请儿童助理学国小组来献诗，妈妈的手，个儿童组要献诗。耶稣听我知命，我知明，妈妈妈妈，我爱你。
感谢主吼，看到囡仔呢充满上帝的疼痛吼，这就是咱双年教会未来的愿望。好，煞招来报告，本主日是母亲节的主日，祝福各位母亲节快乐！礼拜中教会嘛会特别敬赏每一个妈妈一份礼物吼，愿上帝纪念。各位妈妈对家庭关怀、付出，恳求主耶稣祝福妈妈身心灵拢健康、平安、喜乐、滋润满溢。具体关怀，本会会友陈怡静姊妹的妈妈柯华丽女士5月初7蒙主恩调，请兄姐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足。搁一项是。恭喜本会会友王丽龙姊妹甲张亮凯先生，在5月17，就是这礼拜拜六上午10点半，要伫个新德喜来登大饭店举行结婚礼拜，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续接牛埔庄港寓所委员会报告母亲节团爱活动，本主日下晡牛埔庄甲教社委员会联合举办行动电影院，邀请各位你的妈妈做伙来教会欣赏《爱子归来》吼，地点就是在咱这个所在吼。流程就是第3场的礼拜，就是等下结束了后，咱12点半有简餐吼，1点甲2点半电影欣赏，2点半甲3点咱。导演第二场礼拜有来哦，我有看到吼，李静慧导演参咱做伙来开讲。牛埔庄港寓所委员会母亲节团爱活动，第3场礼拜结束10分钟了后，要伫个礼拜堂要来分简餐，请已经报名的兄姐一定爱伫个12点20分进前来完成领餐吼。请各位把握时间，维护欣赏的品质，最后入场的时间是12点50分，请留意要开始的时间吼。后来，
母亲节活动5月11，就是今仔日甲后礼拜主日咱逐场礼拜煞，咱欢迎兄姐，咱做伙伫外口面有迄个母亲节活动，迄个像真水咱邀请妈妈来翕相做纪念留下珍贵的美好的回忆煞接来有一个影片，咱来看一下。I had a mockingbird, I wish I had a diamond ring, I wish I had... 这个母亲节，我希望只要我的妈妈、我的孩子都很健康，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希望小朋友健康快乐的长大，让父母开心，不要让父母担心。今年母亲节，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聚餐，吃好吃的。想要跟我的妈妈可以一起聚餐。我想要在母亲节跟孩子、跟先生一起到我喜欢去的地方度假。虽然我没有女儿，可是我有3个媳妇，中午做完礼拜一起吃饭，一起庆祝，一起买蛋糕。过母亲节希望可以吃大餐，然后好好的睡个午觉。母亲节能够跟孩子们有一个相聚的时间，然后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分享他们生活中的大小事啊。我想要过一个开心的母亲节，就是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平平安安的，然后过完那一天。今年的母亲节是小孩子要陪我过，要去吃下午茶。希望儿女、先生全家一起享用一个美食。我想要过一个开心、平安的母亲节，也最期待跟孩子们、跟我所爱的家人，好好的享受一个没有被干扰的晚餐。我想要母亲节的时候，可以和家人一起出去到郊外走一走，然后大家一起用美食。今年母亲节刚好有服事要去医院献诗，希望上帝的爱跟医治都可以在当中。最希望就是我的孩子们可以跟我拍美美的照片，然后写下卡片给我。好，我希望母亲节当天可以不要想要打先生，也不要揍小孩，让我心平气和、安稳的过那一天。我觉得能够成为母亲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很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可以作为妈妈。当妈妈17年，当了妈妈才知道当妈妈很难，我也因此会更孝顺我的父母。当妈妈很开心，从小孩子的眼睛看到不同的世界。作为妈妈的心声，最大的就是要感谢自己的妈妈。做一个妈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有了孩子，生活都不一样了，生命当中会得了很多，看着他成长，自己的生命都有一些改变。当妈妈已经快40年了，我觉得身为妈妈就是给孩子更多的信心，更多的鼓励。当他们低潮的时候，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当妈妈也会做错事所以不要吝于跟孩子说对不起。母亲的最大的心情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在母职上，我觉得神教导我很多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学到的功课，然后能够成为一个母亲，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呼召，也是最大的恩宠。希望可以培养一个敬虔爱主的下一代。当了即将进入6年的妈妈，当时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位母亲。我当妈妈37年了，我的心声养育小孩真的是不容易，长大了就是别人的，也很感谢神给我们小孩作伴。我觉得我的儿女也都蛮听话，也都很孝顺，所以我很感谢主。我真的是做了妈妈之后才知道妈妈原来这么不容易。我其实从小孩的身上一直在学习，一个妈妈最大的福气是孩子愿意跟你分享，而你可以成就他。我非常感谢上帝，我的小孩我非常的满意，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面，希望上帝可以给我更多可以相处的时间，然后跟他们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作为妈妈，现在妈妈实在太累了，我每天都觉得好辛苦，真是上帝给我的爱，才能让我支持对先生小孩每一天都能够平静安稳的力量。感谢主。我当妈妈，老大已经55岁了，我已经82岁了。我母亲节最盼望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媳妇都蛮孝顺、蛮有信心，在教会都很会服侍，也是爱我。Wish I had a mockingbird, wish I had a diamond ring, wish I had
I had a pretty thing like you. 好，咱给妈妈一个热情的呼叫声，母亲节快乐！接着，咱请创务师来欢迎来宾。咱拄则有听真侪妈妈的即个心声吼，还有真侪人无讲啦吼，等于较讲互恁囝听啦吼。咱对咱教会有一个礼物要赠送吼，咱已经结婚的姊妹吼，所以请这已经结婚的姊妹，请起立，吼，起立，咱先拍破来因鼓励吼，这妈妈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啦吼。来，咱来，请咱来同工开始来赠送这个物件。这是送给妈妈，等于爸爸爱用啦吼。牧师牧师先啊，大家讲者吼，咱今年送这个鞋啊吼，这等于吼，除了因为这有一个压力吼，所以你提袂起来，吼，所以这爸爸这时阵爱注意啊吼，你扎一个迄个手套吼，对中中有一个红色的这个感觉色的这个活塞吼，你会摕起来，摕起来就当摕起来啊，吼。你若硬要来搬袂起来啦，有一个压力，这是讲特别爱迄个，大家提醒。所有的炉具拢会当用，那输炉、电磁炉拢会当用，这总务特别交代，应该拢有摕到啦，若无摕到，若有迄个卷会当来换，好，这时阵牧师来介绍。咱的新朋友第一位就是咱等下礼拜结束了后，要伫遮看电影的导演
李进惠李导演伫咱的中间，吼。咱欢迎伊，吼。第二位是一对夫妇，吼，李延汉甲尤雅茹夫妇，这是阮常常的亲戚，吼，欢迎。请坐。第三位是周丽姊妹，主任长老的朋友伫倒位？伫后壁遐，吼，欢迎欢迎。其他到来到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新朋友，请贵宾等下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多谢。多谢咱上营，咱做伙来唱《乌鲁天父万福本愿》，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阮恭受车欠。